中间，搁遐济耶稣的要求搁较济。咱不只是用上起码的保护，不只是迄个公平，咱爱做超过。做超过，靠法度甲即个世界无共款。做超过，靠法度赢过即个世界的公平。上尾啊，要搁甲来分享迄个公平较疼的概念。公平本身就是疼，公义、公平本身就是爱。他都我讲过啊，伫古早的时阵，你伤到迄个强势者的目睭，他杀你全家，这不公平。如果他只伤你一个眼，你要不要？各位兄弟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很仁慈？这就是疼。公平本身就是疼一款上基本、上起码的表现。啊，毋过耶稣咧讲的疼是超过公平的疼。注意哦，基督徒毋是无公平的疼，是超过公平的疼，是不可以破坏公平，毋过来个跨越公平。要安怎做？这介困难。所以我举一个例，就是看电影买票的例，会是买，各位兄弟，咱即摆要来看一出电影，伤济人看，规定一个人敢若会当买一张票，啊，亲身来排队，排队较买会到，一个人一张票。好，啊，我若早时啊透早6点就去排队，排到中昼，头前阁剩4、5个啊。做欢喜，要买着啊，对无？这个时阵，看到世安执事中昼，较慢慢行来，伊嘛要看这出电影。伊讲排有，我后壁阁有100几个呢。伊排有无？排袂着。我讲好，我听世安执事，来世安执事，你排我头前。安尼有听伊无？有没有爱他啦？有啊，有爱啊。可是我破坏什么？我破坏公平。各位兄弟，你若破坏公平的疼，迄毋是真实的疼。你若要听世安执事，我若要听世安执事，要互伊看到电影，啊，阁无爱破坏公平，我要安怎做？哈？我的票互伊，我还袂买到票的。要安怎做？要怎么做？我请世安执事排咧，啊，我安怎？我退出，我为早时排到中昼，我退出哦。这叫做啥？这个是疼。所以，若要超越公平，要跨越公平的爱，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什么代志会发生？牺牲啦！一定要发生牺牲的事情，才有可能迄个疼会赢过公平。啊，毋过迄个牺牲是啥牺牲？各位兄弟，我会当甲我头前比我较细只迄个讲，啊，你出去啦！来，世安执事来摆，安尼会使袂？不是牺牲别人，基督徒牺牲谁？咱家己，因为咱有一个 mark， 咱有一个标签，迄毋是即个世界甲咱贴的标签，迄是咱家己伫上帝面头前，家己打一个标签。咱是啥物货？咱是上帝天父的囝儿。各位兄弟，咱若真正是上帝的囝儿，咱学习，我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怎么样，咱学习。不要求家己的公平，不要 get even， 咱会赢过求家己的公平。咱随时准备好势，宁可吃亏，互人得到利益。同心来祈祷。